什么地方？人间仙境。明镜村，你看得懂啊？秦传而已啊。像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曹延兵，那个是不是就菩提树啊？哇，看着比你家灵怀还要高啊！陌生之地万事小心，叫你家男人醒啊！李轩辕，主人，我在。外面很危险，你出去会被打死的。文大人和南大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我们出去，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是文大人还是南大人，南大人马上就要出关了，你再等等他。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外人，嗨，你们好，那个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儿，请问一下，村外人，妖魔？妖魔！哎！小朋友，大家都跑了，你怎么还不跑啊？你们是妖魔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很可怕的吃人妖魔啊！痛！哎，小妹妹，你看，姐姐长得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是妖魔呢？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你们是从村外来的。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？她皮肤白白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穿着淡红色的衣服。她是不是耳朵旁边有一颗痣？对，就是她。她叫水儿，她生病了，乱跑出村子。我要去找她回来。她身子本来就弱，在外面会被妖魔抓住吃掉的。怎么又是妖魔？小妹妹，大哥哥可以带你去找他，但是你敢出村子吗？敢！水儿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就是被妖魔吃掉也一定要去找她回来。狗儿，快过来！
他们都是村外人，他们可是妖魔。妖魔，你妹妹见过这么美的妖魔？可是那个姑娘，看起来并不像是妖魔。他可能是狐狸精。你看那个男的，他可能是狸猫精。为毛是狸猫精啊？大哥哥大姐姐，求求你们带我去找水儿吧，她身子本来就弱，如果在村外病倒了。曹彦兵，不如你带这小妹妹出去找她朋友吧，让我来扛。你放心，我男人醒着呢。啊，李学员，主人，我在。听见了吧？他说他在。明明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带他走吧。来吧，小静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哎，怎么感觉像抗日神剧的什么片段？那个父老乡亲们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们两个呢，跟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活生生的人。你看，对吧？所以也请你们放心，我朋友呢一定会把2个小女孩安全的带回来。我留在这儿当人质，可以吗？他这是病了吧？是吗？白什么？白什么？对不起，让让一下。谁啊？谁啊？他谁呀？这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就哎？让我走了。哟，曹彦兵，你回来啦？你哪儿显灵了？那当然。是吗？他在叫什么？什么师门？我只知道北洛师门，是什么？天上的一颗星星，地上的一只猴子。什么鬼？猴子？林怀之的出现，证明天书计算的灵数起名时间无误。10年前失窃的那本天书，就是这本，但是那几个急于立功的家伙却没搞明白，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手，和曹彦兵的守护灵于禁同归于尽。因为林怀之的出现时间，并不是靠一本书完成的。当最靠南的亮星北落师门暗淡之际，菩提树便会结出无上果。
怎么样了？天罡龙骑教麾下的异人团已被北落师门全灭。门大人果然不愧是雨林街的保护神呐。还有一件事，曹彦兵已经到了明镜村。超乎想象。水，喝水。他们是……你跑到村子外面去了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是这位大哥哥把你救回来的。跑到村子外面去？我为什么要出村子？外面那么危险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一犯病就跟着了魔一样。啊，那谢谢这位大哥哥救了我。但是落在外面那些妖魔手中，我恐怕早就被吃掉了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为什么外面的人说里面是妖魔，里面的人说外面是妖魔啊？什么？我是问，为什么村子外面那么可怕吗？超级可怕的！南大人和门大人都说了，外面的世界妖魔横行，专门吃人，尤其喜欢吃小孩，让大家千万不要出去。我们身上的病就是以前有人出村被妖魔抓住，他回来后传染给大家的。门大人？对，他是和南大人一样的大好人，他叫做北落师门。外面的妖魔知道门大人在保护我们，所以才不敢进村里面来吃人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知道什么北落师门吗？你这猴子！所以，你知道他们二位现在在哪儿吗？门大人出去打妖怪了，算起来也出去好几天了。南大人在菩提树下闭关，明早出关好像。谢谢两位救了水。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刚刚还说我们是什么妖魔鬼怪来着？没有，误会。不好意思啊，乡亲们，我这个朋友呢，就是心眼很小，嘴巴很重，但是人却并不坏，所以还请你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不会，我们为两位准备了客房。哦，那谢谢你们啦。行，谢谢。哼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你看这种的毛毛。走，哎，这件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走吧，我来帮你们开门。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你们就先住在这里吧。晚饭的时候我来叫你们。咱们在水儿家吃，我先回去照顾水儿了。好，谢谢狗儿。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话，来找姐姐。好的，我走了。再见。曹彦兵，菩提树现在就在我们面前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守株待兔啊！鬼符三通曾说，最近菩提树就会起名，应该等不了太久。不过，你说他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倒是挺奇怪的，里面的人说外面是妖魔，外面的人说里面是妖魔，你说他们到底谁在说谎啊？搞不好都没说谎。我最近总感觉记起了一些事情，可醒来后也都忘掉了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？是，但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每天干干活或者织织布之类的，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，只不过是忘记了那些重复的日子吧。但总感觉，哎，狗儿，你说我们的病是不是永远都好不了了？你不要这样说，要相信南大人和门大人，他们一个是雨林街镇魂架，一个是博学多才的南博士，这么厉害的两个人，不辞辛劳地帮助我们怎么能放弃自己？
不过从村外来的那位大哥哥和大姐姐，我觉得他们很好啊，并不是每个村子外面的人都仇视我们啊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那个姐姐很亲切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你这个武器倒是挺多机关的，是你自己装的吗？不是，祖上传下来的。你祖上是曹操，应该用刀啊。你说灵玉源自于一场大爆炸？是的，那场大爆炸是怎么来的呢？人为。人为？人为的爆炸制造出了灵玉。在人类之前，有一段更先进的文明统治着地球，他们被称之为先民。先民？怎么没听说过？他们为什么要制造灵玉啊？始皇帝为什么要寻找仙境？因为长生不老啊。灵域里活了1000年的人还少吗？他们现在还活着吗？死了，玩火自焚。难道是先民留下来的兵器？先民？什么鬼？哎，不过曹彦兵，我刚才听2个小姑娘说，那个北落师门明明是个人，可是之前你为什么说他是天上的一颗星星，地上的一只猴子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他，因为他很有名。他是羽林街的镇魂将，传说中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男人，身手惊人，对异人绝不姑息。据说羽林街的异人都叫他门将军，称他为羽林街的战神。门将军，战神，那就是门神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可就到了。你老祖宗来啦！我说的是他。曹彦兵，原罗刹界镇魂将，因撕毁灵槐树而被灵域通缉。灵槐树就是老子炸的！哈哈哈哈！李学员，李学员，赶紧出来！李学员，杀光他们！昨天他们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变成这样，你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镇魂将了，你不可以杀人的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的沦为，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真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背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。已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。
纵然已有再